元朗，一個新舊交替、充滿活力嘅地方。喺呢度，時間嘅步伐時而急促，時而緩慢。但當健康響起警號，等待往往變成最漫長嘅煎熬。今日帶大家嚟到樂康軒位於元朗嘅分店，一齊嚟發掘呢區嘅樂康故事啦！喺治療嘅漫長道路上，等待往往係最磨人嘅關卡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啦。早幾個禮拜，有位女士行咗入嚟鋪頭，佢主動問我睡眠窒息機嘅款式、牌子同埋價錢。佢嘅語氣好謹慎，仲問咗好多問題。後尾同客人傾多兩句先知道，原來佢媽媽喺醫院已經做咗睡眠測試，攞埋報告，但係要見專科醫生同商量治療方案，需要排期等1年。客人好擔心，知道其實唔可以再拖。媽媽夜晚瞓唔好，日頭精神好差，所以想喺等見醫生嘅時候先嚟了解下。我就同客人講，其實已經有測試報告證實媽媽嘅狀況，咁而家就已經可以開始用睡眠窒息機，越早進行治療，越早可以改善個問題。客人聽完之後嘅眼神充滿困惑同懷疑，話佢哋完全唔識用，係咪應該等見完醫生先買穩陣啲？萬一用錯或者用完唔舒服咁點算？呢位客人嘅質疑好直接，但係我完全理解客人點解會有呢個諗法，所以我好詳細咁同客人解釋，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同其他鋪頭唔同嘅地方。我仲即場攞部機出嚟，教客人點去設定同用呢部機，根據情況設定最合適嘅初始壓力等級，從零開始去教客人點樣去戴面罩，點樣操作部機，點樣做清潔同保養。買咗部機返屋企，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返嚟揾我哋。客人考慮咗一陣，話願意相信我哋嘅專業同經驗，決定買一部睡眠窒息機返去俾媽媽試下。過咗幾日，客人反映話媽媽好唔適應，半夜有幾次除低個面罩想放棄。我就教佢用壓力延時功能，我仲建議佢可以日頭睇電視嘅時候都戴下個面罩，適應異物感。之後又過咗1個星期，客人打電話嚟，話媽媽尋晚終於可以戴住個面罩瞓成晚，今朝起身仲話好精神，好多謝我幫佢哋解決咗個大難題。嗰刻我深深感受到，呢份工唔單止係為客人提供有用嘅產品，而係要用我哋嘅專業同知識去幫客人揾到最適合佢哋嘅治療方案。喺樂康軒，我哋賣嘅唔單止係醫療儀器，更加係一份專業嘅承諾。由你踏入店門嘅嗰刻開始，直到你重獲安穩嘅健康，我哋都會喺你身邊。